之後佢哋又會同你網戀好長一段時間，又會嘥咗你好耐一段時間。遇到個別段位高嘅，仲會搞到你魂不守舍、上頭落頭，到時要生要死又2年嘥咗。之前咧就分咗1年幾啦，咁成年時間入邊都冇點識過女仔，就覺得自己好唔知點算啦。而家你幾歲啊？26啊，問題唔大。我同佢首先係異地嘅，異地咁跟住咧我唔知點解佢個人個性格有啲怪怪地。例如咧？例如即係異地啊嘛，咁我哋見面咧係週末見面嘅，佢喺深圳，咁我喺廣州嘅。咁嗱，週末見完面咁就送佢翻去啦。咁翻去嗰陣咧就傾得好地地咁嘛，大家有講有笑。跟住到第2日啦，好啦，無啦啦佢突然之間唔開心嘅。點識啊你哋？喺網上識嘅。然之後後邊係點分啊？後邊佢未同我講，沒感覺。啊？沒感覺。啊？拖咗1年幾咯，係1年咯，1年左右，1年左右。冇錯啦嘛，你揾到問題所在啦。咁佢無論係攝時間又好，還是係你喺網上呢把溫柔好聽嘅聲又好，可能你一個眼中閃光點就係呢個。係咩？但係佢冇話過，佢從來都冇話過把聲好聽喎。唔需要講啫，我都冇話你把聲好聽啊，但係我都覺得好聽。然後你肯定擺咗無數時間心機喺佢身上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基本上係啊，因為見面雖然話離得唔係好遠啦，但係都要噶啦，一個月見2、3次嘅話，一個週末就冇咗啦。但係你咧，我同你講，你喺網絡上係有光環嘅，但係我反而覺得你應該適合線下，而且唔好揾異地啊，唔建議異地啊，嗱又嘥咗1年啊，仆街，啤你冇打幾次。嚇？網戀1年，emo 1年，2年過去啦，啤都冇打幾次，仲要異地，搏乜柒兄弟？咁係。我喺度諗係咪邊個環節出咗問題？唔關你事，因為只有老師先會話俾你聽錯喺邊度，女朋友或者前任係冇義務話你知錯喺邊度。知唔知啊？而家唔係喺學校做題啊，我錯咗喺邊度，下次改冇噶，你自己諗噶。所以你唔適合網戀，更加唔適合異地。咁我諗住咧，珠三角都唔係好遠啫。1個星期先見得1次嗰啲叫異地，哪怕你大家都工作忙，但係大家都唔係好遠，即係想見可以馬上見到嘅情況下，1個零鐘車程，晚上早落班嗰一日都可以大家見面啦，係嘛？哪怕咩都唔做。你幾高啊？我幫我哋問。183。你183係嘛？咁更加應該線下啦，你線下更加有優勢。羽毛球、露營、徒步、劇本殺、狼人殺、登山好多。OK。佢哋更多嘅係鍾意你把聲。如果我唔問183嘅話，然之後佢哋又會同你網戀好長一段時間，又會嘥咗你好耐一段時間。遇到個別段位高嘅，仲會搞到你魂不守舍、上頭落頭，到時要生要死又2年嘥咗。線下識，然後男仔適當保持啲神秘感。呢班人知道你太多嘢啦，唔好同佢哋，唔好理佢哋。OK。呢班人知道你啱啱好失戀，啱啱仲要 emo 咗1年，唔好理佢。唔好俾女仔知道你太多嘢，係啱啱開始啊！講真嘅，真係唔好理呢班人啊！開心啱未啊？好返少少啦。線下啦，講真嘅線下，屌你我183，我先唔得閒睇手機嘅。你試下我183，你想喺手機揾到我，你就難啦。